而且台湾队今仔日是对着澳洲，真的长咧大车拼，所以各地头嘛有袂少这转播的活动。亲像伫咧彰化县府这个转播的现场呢，今仔日早起就有球迷排队等要入场啊，而且阁有这在地业者是来提供一寡好食物，叫大家同齐为台湾的选手做伙来加油。 业者透早就咧无闲准备，甲一粒一粒的百元包起来，准备要送去予球迷享用。2026年世界棒球经典赛，台湾队拜四对阵澳洲，中华有业者传百元欧元，要来替台湾队加油。目前准备400个，因为我们民众也很热情啊，所以我这次特别的加码，只要我们那个中华队如果赢澳洲1分，我们就提供100颗的免费肉圆，这个一定要支持的，这是国家的荣耀啊。 中华县政府今年嘛伫县府1楼大厅举办转播活动，虽然咧落雨门啊，但是也袂花球迷热情。大家风满清咧，雨伞夹咧，透早就来现场排队，等要入场看球赛。今天跟妈妈一起来，找妈妈一起来这样，妈妈也很喜欢看棒球，9点半来的这样啊，现场很多人。专程过来的，很棒很棒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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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很开心啊，帮中华队加油，帮中华队加油。 台湾队登上棒球国际舞台，个人拢真欢喜，嘛搁再带动全面小棒球的热情。彰化县政府表示，为拜四开始连续4天，台湾的比赛伫县府1楼大厅拢有转播活动，欢迎大家同齐来替台湾队加油。中华替台湾！记者杨淑静，彰化报道。